来看到台中一个30多岁查甫人熊熊昏倒，心脏停气，好佳在受救倒转来。医师表示讲，这个民众是因为顶个月脚受伤，休困一阵拢无去运动，造成伊脚的静脉脱血角，还佫进一步来引发气动脉嘛脱掉咧。医师呼吁，若是长时间拢坐咧，或者是倒伫眠床顶的患者，得爱特别注意。 也伫街仔行路，34岁林先生平常时是真爱拍篮球。今年2月一届运动当中，造成倒边脚头受伤，准备进一步追踪检查进前，却熊熊伫咧厝内休克昏迷，失去呼吸心跳。送医才发现是急性气动脉脱掉的，命是救倒转来啊！但是林先生无法度理解，为何有运动习惯有缘的血角脱掉的。就6日都会去打篮球。每个礼拜打几次的篮球？打2次。 大概打2个小时吧。我想说有运动应该血液流通都会比较顺畅，但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样。救护人员在送医过程当中不断 CPR， 医护团队使用导管溶栓加低温疗法抢救。林先生住院了第9天恢复清醒。医师表示，气动脉脱掉的是下肌侵占静脉血角的并发症，主要是患者受伤了后，活动量大幅减少来发生，几率大约是70%至80%。若是民众有高边脚正起来的征兆，就应该马上就医。一般的下肢静脉栓塞，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说是从单侧的，我们的脚，那慢慢的变得比较浮肿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就可以早一点就医。 让医师去评估看看。医师强调，另外包括长时间坐咧或者是倒咧、大哭、老大人、癌症患者、生产或者是有心的妇人人、口服避孕药啊等情形，也是下肌侵占静脉血角的高危险群。建议爱运动、减肥、戒烟、补充水分。有使用抗凝血剂的患者，更加爱甲医师密切配合，才会当避免血角脱掉的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